好多人啦，分唔清自己挖閘同埋託管挖閘，其實咧核心分別咧在於負責咋佢哋噶，唔係簡單嘅操作問題啊。自己挖嘅咧就係你自己買咗機，自己揾電力、搞散熱、管維修，所有嘅運行成本同埋麻煩都係由你嘅承擔。雖然咧係冇額外嘅服務費啊，但係電費同埋維護壓力往往都好高。而託管挖礦咧係將母機擺喺專業嘅場地，由專業嘅團隊提供電力、冷卻、監控同埋維護，電價咧通常會更優惠，環境更穩定，設備故障咧會有專業嘅人員處理。可以咁樣理解啊，自己挖嘅咧就好似自己跑一條生產線，每個環節咧都要親自操心。託管挖礦咧就好似將生產線交咗俾專業團隊去打理，你只需要關注整體結果。需要注意嘅係託管會有服務費或者係管理費，呢個會影響你嘅總體成本結構。所以兩者嘅本質區別呢，唔係有乜嘢機，而係資源同埋責任由邊個嘅承擔。